再来看新北市有一个姓卢的男性是无牌替人处理废弃的建材，已经3摆甲规车的废弃物拢车去桃园的保育山区，这补发所得有4.8万。另外，也有一个姓廖的业者，伊虽然讲有摕到这个清理废弃物的牌，也毋过逐个月拢超量处理，所以本社无通送焚化炉，就规车拢送去到北海花甲石门的山区来炖，一直到现场传出歹味，专案才总算见光。涂骹凹出一个大坑，摕钢桥清凉，大量废弃物乌白风台，有砖啊、废塑胶、阿摩涂角，现场也堆放大量生活粪扫，发出阵阵的恶臭。检警发现，非法堆放甲乱倒拢是同一人做的。因废弃物持续散发出恶臭，不断遭民众陈情。非法储存废弃物外，亦发现未领有清除许可之杰某公司及梁某土木包工业。非法清除废弃物之上址，当场查获掩埋砖头、混凝石块。今嘛说了查甫人前后成立2间清运公司，虽然有取得新北环保局核发的清除许可证，会当清除废弃物，也毋过检警查出业者逐个月超量承揽。寄出来的废弃物无法度进入焚化厂来处理，导致北海岸一带甲新北石门、树林地去厂房相对放，只是转运还是渡人，也爱有许可，业者无合法申请就对放，犯案时间至少1年。检方也以废弃物清理法起诉涉案4个人甲2间公司。大量建材乱倒山林，检方也接到林业署的情资。桃园市观音的保安林地，互人随意倒废弃物，顺线吊挂监视器，查出一名细女的司机无照接案乱倒。履信嫌疑人并没有清除废弃物等相关证明文件，趁深夜随意将装潢废弃物任意倾倒于保安林地。警方调查后，将吕嫌依涉嫌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。检方调查40多岁姓吕的查甫人，平常将事废文文书，私底下甲亲戚朋友非法清运废弃物。敢若去年7月，就互查出将石膏帮、隔音棉、装潢建材等为新北再起桃园保林地，连续3摆乱倒，不法获利达到48000块。除了涉及刑事责任，也违反成林法法规，会当罚6万至3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